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粉龍晏晝開心孖寶中間星光大道埋邊利高八斗橙衫，外邊藍白環間衫包倉天王最出藍衫，再就幸運20啊，大約跟住個第5、6位啦。外邊位置仲有隻我最好啊，內欄深藍衫呢，大約跟住個第7度呢，有馬池燈啦，外邊啊活力輝煌啦，雙子美麗啊，後邊嗰5匹馬星運笑着啊，內欄尾4係賢者威風啊，外邊黑衫橙帽尾3就高明豐盛啦，後邊一隊埋邊係巧妙黃衫暫時殿後標形勇將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幸運20啊貼欄放，外邊啊我最好走咗上嚟啊，第3位㗎嘛，咁啊外邊位置黑帽嘅星光大道啦，大白鼻梁埋邊第4有利高八斗啊，就係後多層啦，包裝天王響中檔啦，埋邊啊馬池燈啦，後多陣先有賢者威風等緊位，跟住佢後邊仲有星運笑着啊，出邊啊開心孖寶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利高八斗埋邊走咗上嚟，中間拍住嚟鬥有星光大道啊，後多層仲有呢隻包裝天王，再後邊呢，星運笑着埋邊追呢，中間位置馬池燈賢者威風嗰啲馬接近終點，包裝天王外邊湧上嚟，終點前將利高八斗趕過咗，第3名星光大道，第4名係馬池燈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包裝天王咁啊，以為埋邊利高八斗出咗頭都有機會嘅時候，利高八斗呢隻呢包裝天王沿住個中檔逐步蠶食上嚟，先拔頭籌啊！星光大道第3、第4名係呢隻馬池燈。轉倉即勝，包裝天王後尾啡燈啊，3.3倍啊！咁啊，跑第2名就利高八斗，星光大道放頭第3，馬池燈就跑第4。哇！佢臨尾嗰啲票數支持真係好誇張，其實佢係同隻大熱門